那个到了哦。早期到场在学金钟班9天了。那开一架那个 BMW 啊，我说哦，这个前70人还这年代啊，么我们准备在台南开 BMW，市台南府庆参加了金钟班，那是3天的吧？刚好第一次参加7天嘛，以前都3天7天，好像有一点累啊，哦。7天了。但是到了1天还是不大清楚的，后来我就参加主燃了，第2班也是7天班，哎，再参加一次就了解在学金钟里面的含义了。在觉悟的金钟奖的金钟。他说一直开，后学以为是18班了。今天早上请示李东山，不是25班了。哦，25班我看前人，我站在两边看他坐在佛坛前面呢。后来7天就有一点累，25班坐在那边，我说这个是超人，是超人的。170。这是没有超人，一个老人家嘞，那时候他年纪也是差不多，哦，不知道几岁，差不多应该是60岁左右吧。而且那时候才30几岁。当时的前人是何老前30几岁就很累，他60岁，老人家呢已经25班了。我说了不起耶，哦，所以可见呢，他不是一般传人呢，一般传人。开在觉金钟班，开7天了，也有开3天了。那或许呢，